據控方目前已經公開嘅通訊，涉及英國人力資源公司微信群組，涉嫌同跨境行動直接有關嘅，起碼有8個人。群組之中嘅凌峰同埋師傅喺呢個網絡之中就負責財政同埋行政。喺2022年4月26至27日，魏志良同馬志堅嘅通訊記錄揭露佢哋嘅錢銀來往經一個所謂嘅揼骨基金。魏志良話自己當時喺香港有事要用到錢，曾經問凌峰同埋師傅，但係幾個月都冇回應。而馬志堅回覆話佢主要負責行動同埋調查，財政同行政由師傅同埋凌峰管理。另一段嘅通訊內容更加顯示喺英國可能有唔止一個系統去進行針對在英港人嘅行動。2021年11月28至到29日，魏志良向馬志堅表示知道有人想俾鄭先生五花五棍。馬志堅反問估唔估到點解要搞阿井，唔搞羅冠聰呢？阿羅比較高調，估唔估到係邊啲人搞佢？魏志良就指阿爺得到英國本地14K 協助去搞掂佢。案件審訊將會繼續，更多審訊嘅內容細節請留意綠豆各個網上平台每日嘅文字報道。